暑假呈分試備戰作文，卷篇呈分試作文。暑假點準備？記住一個口訣：暑假練結構，考試寫得快。作文最劇咩？離題寫得慢，內容空洞呢三樣嘢。暑假逐樣拆。第一，練審題，見到題目圈起關鍵詞，例如失而復得、感動、意想不到，唔好一嚟就寫，先用2分鐘諗大綱。第二，練萬用框架，叫小朋友背熟幾種框架，考試嘅時候直接套用。例如記敘文又或者抒情文，用倒敘法開頭，之後起承轉合，感受教訓。而話明文都有萬用框架，記住總分總形式。第一段引出主題，第2、3、4段每段寫一個分述，用中心句同小結句做段首同段尾，中間加入說明手法。最後第5段總結，呼籲每星期練一種框架，練到熟。第3，準備幾個萬用例子，助人嘅、失敗嘅、成長嘅，每個用50字寫低背熟。考試時見到相關題目，改少少就用得。暑假每星期寫1篇文，2個月就8篇，練到唔怕寫，寫得順。開學後自然快人一步。